今日同大家睇嘅呢，就係黃修平導演最新嘅作品《看我今天怎麼說》。喂，攬定你哋嘅零食，斟定你哋嘅汽水，準備好未？我哋又一齊睇戲啦！歡迎你哋返到嚟正能量不專業影評，又係我唔係姓陳，亦都冇江湖味嘅浩南哥啊！電影開場之前都有預告啦，喂，不如俾少少時間我同你哋講少少嘢啊！我呢個 channel 呢就好任性嘅，基本上就針對住一啲我鍾意嘅電影，特別係一啲嘅亞洲電影，例如香港、台灣、日本、韓國等等嘅電影，做一啲嘅不專業影評。喂，如果你覺得我呢一條影評啱聽又啱你心水嘅話，不如嗱聲俾個 like， 再撳埋個 subscribe， 記得響埋個鐘仔，咁你下個禮拜就可以搶先睇。更加唔介意嘅話，喺樓下留言區留個 comment 俾我越嚟越進步啊！如果咁唔好彩，你覺得我嘅影評唔啱聽唔啱你心水嘅話，撳翻上一頁離開得㗎啦，唔使屌噶。不過如果你要屌嘅話，你隨便屌啦，唔怕你係 hater， 最怕你係一個鳩噏爬啫。嗱，咁不過循例咧都要講聲嘅，我嘅影評咧唔多唔少咧都會有啲劇透嘅。如果你唔想俾人劇透嘅話咧，建議你去睇咗套戲先翻嚟聽我嘅影評，咁就萬無一失啦。我條影評咧就一定喺度等你嘅，但係你想睇嗰套戲咧，可能隔幾日啫咧就落咗話同你講拜拜㗎啦。所以建議你睇咗套戲先翻嚟聽我嘅影評啦。如果你怕俾人劇透嘅話，好，事不宜遲啦，都係唔好聽我廢噏咁多啦，我哋即刻進入影評嘅部分啦。黃修平導演最新嘅作品《看我今天怎麼說》係以聽障人士為主題，透過三位對於聽障有住唔同態度嘅年輕人喺面對社會唔同挑戰為主題，從而令到社會關注。最初見到《看我今天怎麼說》嘅班底係由黃修平導演執導，再火拍翻遊學修呢，已經相當之期待，因為熟我嘅朋友咧都知道我真係好鍾意同埋好迷戀那一天我們會飛。其實畢咗業之後，大家都要成為一塊齒輪㗎啦，真係咁易有夢想咩？不如你聽你爸爸講，同我一齊去英國。香港唔係一個俾人發夢嘅地方。所以見到呢個班底咧，期待值自然拉到好滿好滿。看我今天怎麼說嘅故事係由自小已經係聽障人士，由遊學修飾演嘅子信同埋吳子浩飾演嘅 Alan 開始。Alan 細個嘅時候做咗人工耳蝸手術，長大之後同啱啱喺大學畢業由鐘雪瑩飾演嘅方素英一齊擔任人工耳蝸大使。突破聽障界限。好可惜，當兩個人擔任人工耳蝸大使之際，素欣嘅演說冒犯咗子信。手語我真係唔識嘅，好想多謝人工耳蝸，因為佢俾咗一個機會我可以做翻一個正常人，好順利。子信就選擇繼續以手語隨心溝通，喺洗車謀生嘅時候，希望考到潛水教練嘅牌照。而 Alan 就喺攝影樓工作，選擇與正常人溝通嘅時候都不忘手語。個眼神可以再 sharp 啲。素欣雖然因為發燒而變成聽障人士，但係至少俾家庭影響，唔俾學習手語。手語我真係唔識嘅。雖然精算畢業，但係好可惜，只係可以喺保險公司裏邊被投閒置散。素欣於是嘗試學習手語，同子信冰釋前嫌，最後獲得子信嘅教導。但喺三個人嘅生活上邊就要面對唔同嘅挑戰。看我今天怎麼說，成套電影都係以聽障人士為主題，當中探討聽障人士之間嘅溝通之餘，仲關係到同社會嘅連接。電影透過三位主角對於自己聽障人士身份有住唔同嘅態度，並且透過動作過程之中作出交流。黃修平導演嘅手法嚟得相當之平實，反而可以顯示到唔同態度嘅聽障人士喺實際生活上面遇到嘅挑戰。而電影亦都冇忘記將健聽人士嘅一啲先入為主嘅態度放入去入邊，反而令到唔少觀眾喺觀影過程之中有所反思。
電影亦都透過素欣呢個角色，從家庭對於手語相當抗拒，所以唔識，到走入學習嘅過程，亦都可以令到大家睇到佢哋其實自己都有自己一套嘅順暢嘅溝通方法。喺演員方面，3位主角喺電影入邊嘅演出都相當之出色。電影入邊嘅鐘雪飾演嘅方素欣都唔需要我多講，都拎咗金馬獎最佳女主角啦。第61屆金馬獎最佳女主角得獎的是鐘雪瑩，看我今天怎麼說。鐘雪好，唔使要我再講多次啦。反而佢喺電影入邊咧都有住相當複雜嘅心理變化，而且整個過程都要需要學習手語，以至係喺發音上面需要模仿聽障人士嘅方式。先講最表面嘅説話方式啦，佢可以講出一口流利聽障人士嘅語調，觀眾喺清楚同埋唔係好了解之間理解佢嘅對白，呢種嘅神似度聽得出下咗唔少嘅苦功，唔係靠擠眉弄眼就可以過關。我都好想多謝人工耳蝸，因為佢俾咗一個機會我可以做翻一個正常人。最精彩當中一場就係同聽障演員 Marco 吳子豪嘅嗌交戲，嗰種激動同埋有口難言嘅憤慨表露無遺。子信同你唔同㗎。嗰刻即刻令我諗起《媽媽的神奇小子》入邊嘅馮浩陽，嗰份演出係唔留演技痕跡。想跑得快啲啊！冇驚，驚就咩都輸晒㗎啦！嚇，有得跑就痛快咁跑，得唔得？得唔得？喂，跑快啲！阿媽同你衝過15秒。有懷疑過究竟佢係咪真係特殊演員？而當大家對鐘雪有一定嘅認識之下呢，仍然有呢一份嘅感覺，呢一份嘅勢力叫佢實至名歸。我自己覺得，而鐘雪喺成套電影演繹上面都有極高嘅準程度。而且演出嘅聲音雖然受到限制，但係無論係手部同埋面部嘅表達都相當之鬆容自在，演技上面絕對可以用進步神速嚟形容。所以我都會希望佢喺香港嘅電影金像獎都再下一城啦。而電影除咗談及選擇之外，仲談及咗尊重、一份自主。你有你帶人工耳蝸，我有我學習手語，互相尊重，唔使打壓不同道者。而游學修咧就飾演聽障人士被打壓嘅一群。單睇呢個故事鋪排，最初都擔心會唔會偏左膠，講出一篇篇大道理，跟住最後嚟個 BBQ 大團圓結局。哇！咁樣嘅話真係想死俾你睇。但係導演黃修平今次處理得非常之得意。你以為令到聽障人士重拾聽覺一定開心，失而復得嘅聽力可以重投社會無縫咁樣當一份子？一切都係我哋諗得太簡單，其實能夠做到同一片天空下共處，你唔改變我都唔使一廂情願咁樣改善你，已經係最大嘅尊重。係啦，其實咧，我除咗識口語之外咧，都仲識手語嘅。所以同樣令到人眼前一亮嘅，仲有全片幾乎零對白嘅游學修。全片游學修幾乎都係用手語方式嘅展現，並且同時令到觀眾睇到佢對於自己聽障身份為榮嘅感受。游學修同時都善用咗角色嘅身份嚟表達情緒，演出上亦都有所突破。至於吳子豪 Marco 咧，本身雖然係聽障，但係睇到佢今次演出都花咗唔少嘅心力，而且睇到佢演繹嘅方面咧，可以話冇欺場，而且令到觀眾意想不到，唔講都唔知道佢係一個素人演員。電影由於主要對白係用手語溝通為主，同時喺收音上面亦都有部分情景模擬咗聽障人士或者使用咗人工耳蝸人士實際聽到聲音嘅質量。我覺得呢個運用可以話係神來之筆。因為植物要吸收陽光進行光合作用，亦都令到觀眾可以投入喺聽障人士嘅世界入邊。而且電影大部分情況都係以自然環境效果為主，更加可以顯示到寧靜嘅感覺，令到觀眾可以細心感受一下。
總結嚟講，《看我今天怎麼說》作為黃修平導演執導嘅新作品，透過3位對聽障身份認同角度唔同嘅人士嘅角色，展現佢哋喺社會嘅挑戰，從而帶嚟溝通嘅重要。電影入邊，鐘雪同埋游學修嘅肢體演繹成績非常之好，而電影入邊素人演員嘅聽障演員吳子浩嘅演出亦都非常之到位，非常之好，每一個眼神、每一個動作都相當之到位，令到觀眾都睇到導演嘅心意，實在非常之難得。好啦，今日時間差唔多啦。今次看我今天怎麼說喺正能量不專業影評裏面得到嘅星星推薦值係有。而截至到今日2025年3月24號，看我今天怎麼說喺 IMDB 網絡電影資料庫嘅評分係有。好，由黃修平導演執導嘅《那一天我們會飛》同埋《狂舞派》喺以往嘅成績都非常之好，而今次看我今天怎麼說，截至到琴日喺港澳嘅票房已經衝破咗1000萬啦。希望看我今天怎麼說嘅票房會越嚟越好啦，亦都要有賴香港嘅觀眾繼續支持下呢一套嘅《看我今天怎麼說》。希望你有時間都會入去欣賞下呢一套嘅《看我今天怎麼說》，同時都可以了解下聽障人士嘅世界究竟係點樣啦。好，我哋下套電影再見，拜拜。